流那草啊，心无可哟，无总无的心脏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强下来。乡亲大家好，我是罗斯峰哈。大家好，我客家甜心朱慧君啊。哎呀，咋讲今日咯，做安尼中秋节的，嘿，按特别吼做一个中秋节特别节目，好，吼，这本大家好好的谈歌诶，吼，啊，没看比赛，好好的来看表演，一开始按住有请到重量级的嘉宾，我们大家都相当喜爱的是，天团。我也与有荣焉呐。啊，你有办过？哎，因为我跟他们有一点点交集嘛。啊，嘛喺我哋节目当中嘅冠军歌手啊，今日咧就类似讲啊特别的节目，哎回娘家，从后堂嘅嗰本太夾嚟特別有搶到幾陣的，真係冇一簡單的，冇一太多也係一封的你嘛。係哦，唐公也安尼節目擺啊多安尼太好人。邀約不斷啊，真的啊，所以真係有搶到幾個很準的，真的哦，真的當看得演的節目。準備搞咯！準備搞咯，歡迎金曲天團二本貓帶隊強強鳳鳳嘅。來，彈歌啦！創作是寂寞孤獨的，是和自己對話，遙望內心深處靈魂的時刻，轉化成為養分。對此，希望能激勵自己。時間一杯一杯，左右過日子，感謝有你的助力。家門裡，世界夢，世界繁華。家門裡，哦，相隨。真正袂曉，莫搁講免驚，免驚平凡好無好無好無，呀呀咪之恨，呀呀咪之恨，都係將將各自給甜，呀比係都係輕鬆嘅夢，浮浮沉沉。
正在努力的你，强强蹦蹦给。第28届最佳客语演唱人及最佳客语专辑奖得奖者是。我们来恭喜！是你要猜还是我猜？好紧张我太紧张了，我猜不开耶，怎么办？谁要猜？谁猜？啊，路人猜是不是？来，哦，来，我好紧张哦。得奖者是。本吗？哇！我们请到今天最德高望重的颁奖人，我们叶嘉修老师。我们请叶嘉修老师来颁奖。好，今天真的很难得，请到叶嘉修老师来颁奖，来颁发我们最佳客语专辑，还有最佳客语演唱人奖。谢谢老师。哎呀，谢谢哈，没你的事了哈，好吧。这也太好玩了吧！这也太好玩，来！哎呦，来！哎呦，太棒了！哎呀，欢迎你们！是不是又再次的感动、激动到了？对，哎，这种感觉哈，怎么是你？哎呀！刚刚我想说，哎呦，俺爱都鼓手那一页，我们的鼓手跑到哪里？哎呀，哎呀，某页嘞！啊，原来你是你们这一团里面的鼓手。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这一团的人总共有几个人啊？4个。那你们还有一个人呢？我知道你今天跟我借用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要付钱哦。另外一个没有带到，是不是？那个在你左手上。另外一个这个是这个。林冠群还没整形的样子。哎呦，真的。多香啊！哎呦，没有啦。他们团长也他懂魔喊呢，他每天都去出席一些讲座的一些活动。刚刚有没有感觉回到金曲奖当天的那种气氛？是。哎，他还在流手汗呢。都是手汗。真的啊！我那天有跟你握手啊。有啊，我那天很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手超。他那天也流手汗，你那天也流手汗。我那天连脚汗都流了。你是公给。就那天你一出来，我就一直尖叫。为什么？你都没有听到吗？哎，现场有上万人，我怎么知道谁在尖叫啊？他以为是他的粉丝在尖叫。有，因为我们在第4排，然后我一直尖叫，然后最后我前面那一排吉娜冠子就转过来问我说：“你是铁粉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是。”因为我很想知道，因为我没有那种经验过，所以我更好奇。如果说那个入围名单已经是公布是你的名字，那时候你的心情一直到领奖，一路这样子。入围那时候其实就真的很震撼了，不可思议，就是怎么会这样？颁奖人在上面入围的有没有哈？然后有谁，那个时候镜头就会照到每一个入围者的那个上面嘛。对，哎，包含我也在场啊。好了，你们都在场啊，黑啦。进来，冇安有。我先问一下啦。因为他家己听上讲，因为我人家都要做团体好的命的唔按，因为我按到嘛个2本猫按人家当主样的认识咧，同大家讲一下。哎呀，团真的动站，介绍我嘞。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是 Urban Cat， 就是英文的翻译，Urban 就是都市，因为我们想要做一点比较都市。城市不是叫 City 吗？City 猫都会的感觉，都会 urban， 对，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夜猫子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们是在卖药的人，香喵的双猫啊，香喵小红柚。其实是他取的名字，梦丽。我这么按下名，因为他来台北住之后，他的室友是猫。他的室友是猫，对，他有一个室友是真紧跟猫诶。哦，所以也去上起来，扶手地就老太家讲，来，你不喵，好嘛，那你就好。哦，你不没有了解，各一张专辑的元素，可以大家公开论。光亮彷徨闪耀年纪，光亮彷徨的闪耀年纪。好好介绍问大家认识他的一种专辑。就是我们有融合很多不一样的元素，因为我们其实4个人本来是喜欢的音乐风格比较不一样。然后那在语言上面，我们也是有
英文、客语、台语、有，刚国刚也有语这样听到，子。哎呀，对，所以这样蹦出来的火花才会更比闪耀。较有特别趣一点，对。对，好棒哦，真的。希望年轻人会觉得喜欢，然后我老们少咸宜，对，其实我们在得奖老师是不是？我很喜欢啦。我也很喜欢，对啊我当然喜欢啦非常喜欢。老少咸宜，对对老少电视机前的老朋友、小朋友都喜欢这样。真的，真的，哦我觉得这一张专辑真的是值得推荐给大家啦。对哎呀，谢谢呢，因为他带领我们客家又走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阶段，要让大家听到，哎呦，客家又有这种不同音乐元素的一些感觉的一些展现。哎，我们来听他的歌啦。刚刚一首不过瘾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一条再来一首好吗？好，啊，讲一下，真嘅只有黑，啊歌一拜。真嘅只有黑。啊啊，我唔讲，真嘅只有黑。啊，来，我唔讲。真正嘅只有黑。答对啦。要讲对才可以唱哦。真扎的大家好，同个真正的只有黑。发干的给也被酿起来，拾起盆栽里的落叶，糖豆、暗豆、暗豆给饮了，听了很多很多的音乐，跳那么流到从爱爱。头发留了长长的，We don't nice 啊。We don't nice 啊，为了谁啊？为了谁啊？为了爱，为了冇爱。发干的给也被酿起来，糖豆、暗豆、暗豆给饮料，跳那么流动，从爱爱。为的那啥，为的那啥，为的爱呀爱呀，让那啥变到心都红，记得吹奏给思念。剪刀短短了解，唯一的那啥，唯一的冇爱冇爱冇爱呀爱呀，真正的只有，真正的只有，只有，只有，只有呀。世界。
真正给自由啊，真正给自由啊，真正给自由黑，也给世界。真正的自由是此时此刻，什么太敢，什么样的。哇，又加糖到二本猫暗号糖的歌真正嘅自由呀，杀好了呀，做咩动厉害，动会冲，更加厉害哦咩呀做？哦，13年係咪？13年就係來自馬來西亞嘅歌手鄭甜甜帶來本日講一講。嚟，頭過來。半夜2點15分，渡河相愛愛推開門，夜空中有心事早點開始。一個身旁的黑人，可惜你終於不言不論記到底了，打開心不必你給從胸，你胸給發面地圖你看故事愛重疊了分，雖然愛用一個種模式。哎呀，很滿意哦！哎呀，今天大家攏中秋節快樂！快樂！啊，對呀，剛剛你看聽到二本貓暗號糖的歌，又還可以邀請到你。大家有看到有歡喜呢哈，甜甜準備加來了哈。那年度冠軍的歌手，哎呀，今天有唱歌的全部攏會衝哎。對呀，又上都有獎哎。對，獎。哎，一般沒想問個乜個中秋節，按台灣團嘅。馬來西亞的那個過節的有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？氣氛呀，有乜個習俗？我還記得我第一次在台灣過中秋節的時候，就怎麼這樣？因為我們那邊呢，中秋節提燈籠、掛燈籠，或者是在庭院外面玩蠟燭，這是元宵節在做的事情。對啊，你們走得比我們慢呢，我們元宵節就提燈籠了，你們是跑到中秋節才提燈籠。我不知道哎，慢火。慢慢過啊，對呀，因為對，所以我來到台灣才發現到，哎，
哦，原来华人的习俗是元宵节提灯笼，对对对，蛮妙的。因为我们中秋节就是月亮赏月提灯笼，那一样有感吃觉。月饼跟有吃月柚饼，子对对对，有吃柚子。有烤肉吗？烤肉烤肉你们平常好像都在平时都有的活动，所以不是中秋节特别特定的，不像台湾这样中秋节大家来烤肉。哦，对对。啊，不过正经讲古来了哈，天天唔免客家人，马来西亚对不对？漂洋过海来的，有来拢安尼闹伢大旅团真的比赛，然后得到暗好的成绩，然后出去现在就这么的优秀。但他有受到一位我们客家界的大师，其实要感谢宇威老师，因为我当初其实是因为他的音乐，然后对客语歌曲产生的兴趣还有喜爱，才慢慢的唱啊唱，然后开拓出喜欢上更多的客语歌曲。然后没有想到，就是后来慢慢的在客家音乐圈，可能比赛啊或者是一些活动常常碰到，然后他也有听到我的声音，因为我也常唱他的歌，然后他都非常的帮忙。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卡拉或者唱老师的歌，他都是义不容，就是免费，就是让我们，就是希望你好，然后还要再更优秀。他常常就是会鼓励，他就希望你们多多推广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后来最近有位老师就是刚好在美国有一场就是纪念台湾解严30周年的，就是经典歌曲，就是台商办的一个活动。对，然后就说带我一起到美国表演这样子。对，你看你都被发掘到了，就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唱得太好了。对，所以那个也完成你的那个阶段的梦想。对。我知道婷婷呢最心深处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，一直都还没有机会去完成跟实现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跟罗哥合唱。对，是。我的荣幸呢，我如果可以跟他合唱，真的。啊，你选啊，你选。不知道谢宇威老师词语创作那个合唱歌曲《看着你》，Condeni。哦，来听。上次好像有选手唱。模组当当的。对，因为他想要完成跟你合唱的梦想，但是他心里面最大的偶像还是谢宇威老师，所以他还是选了谢宇威老师的《Condeni》。有没有胡子啊？有没有这个？随便扫把给我一下，我装一下吧。啊，真的吗？可以吗？第2楼可以吗？我这不熟呢，这首歌。啊，他不熟会怎么办？对啊，我怕我唱错，或者你又要让他失望了。我帮你准备我给你一下大字报本。好吗 ？Condeni 啊。Condeni 好吗 ？Condeni 啊，来，老师有吗？有这首有吗？我也不熟。你不熟？哇，那怎么办？你们清唱好了，可以，来，可以啊，来，马上欣赏 DL 老婷婷带来的 Condeni。你今麦做乜嘅啦？帶來rap 然後是 freestyle。我阿公嚟係咪？好，歡迎嗌這個嚟。阿公。不是，我怎麼找不到 key 啊？這是你的 freestyle。這是我的 key 嗎？当当的看着你，你一定是天堂下凡的仙人，让我看过安详的什么人。看着你，温柔深情地看着你，竟然如此为了你痴痴迷迷，心情起起落落，一切都是为你。爱发天总是不负你同乡人，过一生真真经经，风风雨雨，爱今生永连理。我要体谅你快
求梦里也常相依。莫言莫非，付出一切都是为你，真心真意，天地日月可证明。爱发天总是不负你同相依，多一生意，真真意意，多风意，看人生穷烈里。我要体谅你，关心你，照顾你，相偎相依，欢欢喜喜，甜甜蜜蜜，只求梦里也常相依。爱发天总是不负你同相依，多一生意，真真意意，多风意，看人生穷烈里。我要体谅你，关心你，照顾你，相偎相依，欢欢喜喜，甜甜蜜蜜，只求梦里也常相依。真心真意。爱愿意爱记记又爱骗人，记莫爱愿意莫爱爱爱又不爱记，宝贵的长啊春，就安尼爱长长，都跳来飞呀笑，本本嘿窗口。爱记记又爱骗人，记莫爱意莫爱爱又唔爱记，天下皆有情义，都送嘅几多对，英雄不黑白点，日落19岁。爱愿意爱记记又爱骗人，记莫爱愿意莫爱爱爱又唔爱记，求神那有拜佛，此乃好姻缘，一对嘅太公中，消磨2-3年。
爱你爱去去又爱骗你，你我爱你我爱爱爱又爱去，天地的生命啊，我主困爱你，音乐先乱乱看，年老会作习惯。棒啊！君姐你好，偶像，哎呀，那么好，那么好，开意我公了。对哈，对，今日难得安尼组合啊。啊，罗国立老师啊，很跳下来唱歌的，没一难得讲真的，他甲董事有谈到问题，安尼节目当中唱歌的。跳动人迄合唱的时间，爱吃动啊，这个看的时间有一种感觉，就会一个像伊咧那偶像巨星伫咧冲，啊，唔就伫咧摇啊，扮上戏啊，那个像真给我比你做去管哦，有那种感觉。你觉得跟我的偶像唱歌有什么感觉吗？哦，就国立老师人很好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国立老师就说啊，你把它用力的唱，因为这首歌是属于摇滚的，你把它用力的唱，你唱到啪嗓都没相关。对，啪嗓都没相关。破音都没有关系啊，开心就好。哎呀，一句话。怎么样？今天屯偶像冲就很开心啦啊，同欢喜啦，达到你的愿望。对啦。啊，这就谢谢你喽，谢谢你们两个喽哈，好不好？谢谢国立老师，安这些，好，谢谢老师哈，谢。有吗？係啊，那還有啊，那還有啊，表演啊。我真係很緊睇嚟作去管我同講啊。你落撞到我很緊睇嚟作去管我啦。你今日做乜嘅啦？還有待會哦 ，rap 然後是 freestyle。rap 還要加。現在嘻哈很流行呢。對，他還要加他自己的 freestyle。freestyle。你如果編出一隻鳥跟貓，你就給我抓去關。哎呦，與時俱進哦，哎呀，不差呀，嘻哈真的懂流行。哎呀，啦！嘿，喲 ，freestyle 哎。聽聞你當風起路到兩位，那年那個節目全國第一。下甲相親當愛看啊，兩位主持同戰地，海軍你當卡哇伊，記起面攏嘅客家人，什麼安將手講伊呀，喏都實在真福氣。又講你當了不起，見起個王就係你，唔過最近面色冇乜好啊，係咪已經老了？本來差點翻臉，你唱了我的歌我又好了。還有，那這邊都沒唱到哦。過來愛唱到金牌評審傾，國立嘅創作無人比，匯入嘅面上未相應啊！拜託兩位夾夾出專輯，這位老師愛佩服你，唱歌老主持人冇問題。有個海軍愛注意呀，小心跳路半截笑懂樣哦。好，我阿公嘅係咪？係。好，本年一定嗌這個嚟。阿公。哎，不錯啊。不是，我找不到 key 啊。這是你的 freestyle。freestyle 啊。阿公，我來重判你，你嘅創作係世界第一，不過已經有年紀呀，建議你去來下皮。李老師都唱了，對不對？對。這邊還沒唱，對不對？對。小康老師也要唱一下，對不對？中秋節特別。哦，小康老師，來。小康老師神夢兒，也總因在唔來錢，好彩佢冇唱到假巴，冇嘅條那冇出冇規矩。我謝謝你。好啦，
好了，很棒，辛苦了，很棒，辛苦了，我很棒。们大家都有谢谢看到君。姐。哎，那手表没电了，赶快回去换电哈。哎呀，大家都有看到安尼哈，冠群的努力啦哈，真的非常赞美的后生客家子弟。希望大家多多给支持一下了哈。好不好？谢谢你哦，谢谢今天来帮忙。哎呀，安子姐，中秋节快乐哈！中秋节快乐！按我的月饼放我的桌上就好。安尼，因为节目差唔多时间到的嘛，哈，安有都做嘛。我个时间到的啊，跳到迄阿公迄个开嗓，唔敢个音都做唔准呢。那是他临时他练2个礼拜，我是熊来的，对不对？我时代哦，我唱过呀。你要唱过哎？怎么样啦？我也有我的梦想。对啊，谁还没唱到啊？我也有我的梦想啊！刚刚阿公的我唱掉了，就你。哎呦，这位老师好。怎么好意思？来，这位老师，哎呦，还不拍手，大家。既然出来了，要唱一首歌嘛。我来唱911好吗？哦，来，听一下哦，客家版本的嘻哈客家情。哎，来。我牵着我的牛儿，在田间小路高个儿，那鞭子挥一下，牛儿马上 low rider。没事就飙着牛车，有空去田里收割。老天再不下雨 ，Mother 好渴。我抽着我的烟斗，摇头晃脑着点头，眼看小牛走经过金家街 ，so beautiful。听着我的乡村 hip hop， 然后再带你回家。You are my love country lady girl。你那想要听歌，想要摇的，我来做 DJ。我是唱盘，我是唱针，两人永远黏做伙。你那想要跳舞，想要学起啥物，我拢会。甲你跳酒鸟走，拢是 party animal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，也会躲着我，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我沙龙穿上大领，徛伫马带你西海花，看我天马迄个那比恁兜电哥哥较大。我音乐听上大声，规砖头我上去拍，伫这我是你的位置，甲你吧。听讲你大砖头一驶，我大腾腾装袂使，为着爱你讲条路，我一天也徛几落摆。你讲你上爱坐落来，我有车也改一台，我改甲连舞拢会跳起来。你若想要听我想要摇的，我来做 DJ。你是唱盘，我是唱针，两人永远黏做伙。你若想要跳舞，想要学起啥物，我拢会。该跳酒鸟舞，拢是 party animal。是爱的最美，你敢有通无？爱的爱你啊，风雨雨海都唔怕，来叫我走来听你传无卡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，也会躲着我。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好嗨哦！好嗨哦！是改得很厉害。对啊，
很厉害哦，有南昌吗？有南昌，夹歌本来就东南。东南昌啊，唱到夹那种 feel 的不对容易耶。他的那个词有没有？好密，什么挖沟、顶沟，上面虾，hip 引刀什么征讨的什么。哎呀，然后女生是哀的要命。真给。哎呦，老师，我最高音到什么哪里啊？我兄弟啊，那哲伟老师有摇滚的一面呢，还有对，一定会哈。Superman 开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给我挑这首，我就说好。好。为什么会选择想要跟哲伟老师合唱对答，你知道吗？跳无限的平安的量啥还无限，一天视节目一准啊开了有冇？好。搭腿拢伊啦，像你去讲，礼拜一到礼拜五下主头主持那个美食节目。大家有好食。到礼拜一到礼拜五。拜五。下主3点到4点。3点了，因为这个时段应该没人看吧？没有，都是。有啦。有啊。香港啲时段起码该时段啲冇。OK， 下午茶。咩？全做本婆婆媽媽看。啊，骨頭樣所以講我哋一行出嗌屋卡，嘅貴鄉嘅嘅婆媽媽都愛嗌啊。哎呀，看好電視就對買菜煮飯。很好，禮拜一到禮拜五了，對不對？好，時間都沒有了，對不對？從禮拜六、禮拜日啦哈。禮拜六、禮拜日呢，然後一大到月準啊，就可以籌一天馬年。哦，冇馬年啊！啱係嗰天冇馬年啊。那個新角節目呢？特集禮拜二按補條9點。你看啊，這個還有什麼天良啊？他港電視台別人不找都要找你，是你比較便宜還是？對。冇啦，我知道按你平台，我知道客家電視對我當吼，從一開始做音樂節目，到你下可能讓我磨練了很多。我知道我知道你喺當好幾飛，因為媒體的生態老以前冇空嘅。冇啦，講真的，哲偉老師啊，我跟他認識太久了。我們認識很久啊，我們大概有我們一起長大。昔日的老闆。對，也沒。因為我知道正經是蒙太家幫我幾飛啦，不過我從乜嘅 V 我特別 V 做了紅。我常跟大家說啊，比賽的朋友也好，你自己在什麼樣的角色，你就把那個角色扮演好。是。對，我覺得哲偉老師他雖然說他很愛哭哈，可是他真的很認真，然後很努力，想要把每一個節目都處理得很好，然後都把它主持得很完美。我的座右銘也是啊，就是什麼做什麼，做什麼就盡量像什麼。我們也不敢說做什麼就像什麼，但做什麼就盡量像什麼，對吧？哦，有聽到啊？尤其是林冠群哈。有啊，自 C 啦，什麼？哲偉啦，謝謝，那麼有默契這樣，以後多唱，好不好？好，沒問題，多唱，好不好？謝。下次不要挑那麼難的歌給我。好了，好，因為這個時間上的關係哈，那我們也就要告一段落，傳統組了啊。換傳統組，沒啦，還有更傳統的還沒唱呢。還有一個傳統的。對哦，我們剛剛是嗨的，對不對？對，我們現在這個時段呢，想講講，觀眾朋友帶到另外一個時代去，民歌時代。我們來檢驗葉老師，好不好？檢驗。好，還有莊慧茹老師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春調非盲裝了，好吧？要不要帶來後堂的歌曲？多嘛個？鄉間小路。好，來彈一下。用笑面對抗出地，向下來衝。他們有下1000條歌差不多。過了。他有幫你寫歌耶。有，我知道。但那首歌沒有紅。他加了風那情那，古道我金那。要種黃色。阿無空講咧。唔咩上太跳咧。爵士風情嘅平板老山歌字。有演奏過嗎？那種方式唱演冇演奏過啊。所以你創舉都差嘅呀？哎呀！走在鄉間的小路上，暮歸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藍天配朵夕陽在胸膛，繽紛的雲彩是晚霞的衣裳，
上哼一曲湘君小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多少落寞长长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相见的小路上。大灯日马转无通，团夫摇路爱做伴，一头打作烂烂多念啊，这一辆将将军发给驱散。少年对看秋天里向下来冲，自然就落线过天的莫变容。准是天崩浪涌手来风势不从，打造出变动日落汗落风。大电日嘛转无通。千梧桐山高并树上，唱铁山，精彩他的古代忧伤空漠然，精彩他的古代忧伤空漠然，精彩他的古代忧伤空。漠然。哎呀，这个，哎呦，金童玉女。哇，两位的那歌坛演艺界贡献啊，真的是这无与伦比啊！哦，拍摄，真的，飞上紫台呀！哈，没人做的团也得比啊，真的。恐怖啊！真的，嘿。哦，就这样嘿哦。你吓到啊？嘿，吓到的呀！唔是唐伊讲到安静片啊，嘿啊。阿公，耶稣歌诶，有超过40年冇？有咧。有哦。有哈。差不多。有哈。哎，现在介绍一下俺的叶老师啦。佢啲人咧歌坛的贡献，佢他们有下1000两条歌啊。差不多。跳过了。还有乜嘅？还有乜嘅？外婆澎湖湾刚刚说过了，外婆澎湖湾，白杨出沙滩。嘿。月临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还有吗？总是在分手后思念。思念总是在分手后了。思念总在。我的课本刚好没有这首。哦，是 L。对，我把那个字捏掉了。我小时候最爱的这首歌，真的，我真爱这首歌。怎么唱？潇洒地挥一挥衣袖，却拂不去长夜沉重的名字。对，慧茹是最厉害了。是。没，他大部分都唱过。嘿。对，等合过嘛？对，等一下再好好问他一下。还有什么？台语歌他也写。台语歌有。台语歌一下哈。啊，就是将是的不破。那个你写的？哎，对。郑新梅唱的那个呢？哎，对。啊，我只知道招比的咖比，哦，还有那个跳球外景。啊，就是那个也是啊。对。罗哥还有帮你写歌耶。我知道，但那首歌没有红。但是啊，叶老师对不对？贡献安泰。对。哎呀，我们慧茹老师也是不得了。所有任何你念得到台湾的呀，台湾的你念得到的天王天后，他都有在幕后付出过很多，贡献很多。你讲到，你看你帮哪一些天王天后好吗？很多啊，叶启田啦，然后
罗时丰啊，你呢？哦，我也是。你的专辑很多是我的。我不是天王，你是。我只是个会爱唱歌的拱男。很多啊，小虎哥啦，然后任贤齐小七啦，然后小哥、蔡依林，张都有。惠妹，对，很多，真的很多。其实我最喜欢的，除了和声之外，还有就是帮很多的电影、卡通的动画，然后还有唱广告，我都是很喜欢。配音吗？有啊，还有舞台剧。听说他很会模仿那种小昆虫。小昆虫。小鱼啦，还有配音小鱼啊，什么那个动物。7秒鱼。是这样，因为我曾经唱过2栖类的。对，我曾经唱过。我们经纪人呢，他就是7秒鱼，一下忘记了。讲过的话7秒以后，我刚刚讲什么？完全都没声音了。讲到鱼，其实我以前唱过一个《小美人鱼》第2集的迪士尼，然后小美人鱼生了一个女儿叫做艾丽儿。那她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些小鱼就会说：“艾丽儿来了啊，艾丽儿来了，真的吗？她在哪里？”一个人。对，就好几个。好几个角色。然后艾丽儿也是我主唱。对。稍微小哼一下吧。从没想过有一天能在大海里游游来去，我手指已发皱，但是我无所谓，我头发已纠结，我不觉得累，很可爱。小孩子在唱歌那样子。对。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是那个《玩具总动员》的第2集的那个牛仔女郎翠丝。我唱那个角色的时候，很感动，因为他刚好被丢掉了，然后他就想到他的以前跟主人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比较温柔。当你别人宠爱，世界变得更美丽，那些美好相处时刻，永存我心中。就是这样的感觉。真的难怪每一次看这一些动画啦，这配音啊，或者是那歌唱，都觉得好棒，好好听啊。其实很好玩，《飞行船》里面的库契尔，八字马路，八字马路，八字马路。那个你也行啊。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的抓得准。这个是我。这有点像谢老板的声音。真的，其实那个时候库契尔在台湾真的找不到别人可以唱。对，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广告是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我唱完连我妈妈都没有听出来。哪一支广告？几多比路可靠比，饮了清凉的头盔，白冰冰来了，白冰冰来了。对，这一支也是。冰冰姐，如果万一去表演的时候，她声音没声音，是不是都请你去帮？其实我以前常常翻唱她的歌，在录的时候我就模仿冰冰姐的声音。厉害呀！所以我说很多，如果演唱会上啊，突然碰到歌手的问题，他都可以在后面垫音，然后那个歌手就在旁边。还是要唱的，但是就是补一点声音啊，对。所以你看，太辛苦，没有3两山，哪敢上梁山呢？我们这些老师坐在那边不是假的呢，会动呐，每一个都是有来头的嘞，开玩笑对吗？要不然怎么敢去指正说啊你哪里唱得好，哪里唱得不好，对吗？真的。哎呀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老师们，好不好？那个改天。我们再期待有那个节日的时间，在做你的专访。对，99重阳节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好好的访问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也变成主角。时间上的关系，真的我觉得好可惜哦，真的那短短的访问抹拉的。那我们在重阳节见了哈。OK 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两位老师，谢谢。好，压了我们传统做嘅中秋节嘅特别 K 八嘅节目。亲特别呢？特别。风眼看来要，全部都对啊田当公比下来。哎呦，有应景就超嘅啊！全班类的。真的啊。但是个录音欣赏感觉迄种嗰啲嘛。你来乱的。你那个头发去
做个电棒烫，你就是那个那个是什么？猴子啊，猴子。他一定有在那个天上做什么坏事，准备比你打下来翻件，你知道嘿啊？安尼时常底下吼，好久成瓮底啊哈，表演啊咧吼。大家大家来看啦哈。 TV 有唱到也咩落实级的人物的。哦，真给迄老师级的哦。亲走是来安尼节目当中来比赛歌。哦。哎。也是俺的呢，参赛者。参赛者，但是比赛一场冇结束。冇结束。出去电脑发展行啊好。 哎，就冇结束，又出去电脑发展较好。所以，唐公义还得过嘛个金曲奖吼。哎有啊。哦，金曲歌后来呢？对，欢迎一位金曲歌后，系乜嘢呢？王凤竹先生带来山歌春咏好文化。来，唐公啦。 有见面呢，家下创也这种方式，啊无空样的，唔免上太跳嘞，爵士风情嘅平板老山歌子，抒情呢，一张快板嘞。哦，这种方式有人做过吗？呢种方式唱人无人做过啊。所以你创举都出来啊？
哎呦，哎，真的懂后堂嘞，厉害嘞。是最主要咧，你嘅傳統山歌哈，結合世界無共樣風格嘅音樂哈，本你嘅後生人，然後配愛觸橋嘅人來學習。真的，哎，吸引更多人來唐人說啊，人哋你嘅客家傳統嘅山歌，佢按度變化。一個新一個轉色地位有一道種曲風啊！哦，你轉色地位就有5種曲風，種樣嚟變嚟變去啊！你有舞曲嘛哈，還有拉丁舞曲，知道嗎？還有三把，喲三 nova 哦，對呀，哎呦，什麼都有啊！現在唱歌哎，一道欣賞，你要是有聽過一種誒曲風嘅版本嘅安尼傳統歌嘛？在國外較多啦，有啦，18你有特別的節目時有唱到哈，來賓貴賓嗰度唱謝宇威老師啦，哈。為了唱呀。謝宇威老師嗌啲有過個，比如山歌佢用 disco 嘅方式嘛，哦，較現代嗰種方式嘛。但是冇人出過專輯吧？出專輯啊，目前能夠講是風祖老師嘅啊，算起來佢係我第一門神啊。難怪欣賞語言不用。驕傲哦，驕傲哦！糖豆，丑味第一片糖豆跟清粉氣哦吼。這張專輯很特別，很貼心，還有底部音的歌詞吼，其實喺本嘢中，他們是客家話人，都練習呀唱嘅客家山歌。哦，有出一本曲譜集啦，哈。曲譜集底部都有羅馬拼音。本來出橋嘅人嗬，上愛學一啲客家歌，做得當輕鬆來學習。很好，很好，很讚！哎呦，在這裡真的鄭重介紹本來所有嘅觀眾朋友，啊，無共出橋嘅朋友哈，也真係一種當好嘅專輯。基本上多謝老師，謝謝老師，啊，大家多多支持啊！支持啊！哎呀，記得我嘅相哦！哎呀，記得啦！安子謝，謝謝啊！真係俾你當我坐哈，謝謝，休息哈，謝謝。做生活都有研究呢。後來也金曲歌后唱得以後，也沒有介紹伊咧，咩金曲歌后叫入圍歌呢？較後38有入圍歌，係啊，咩啲安尼節目哈，非常傑出的一位參賽朋友。嘛，聰聰啲呢各大節目有沒有？各大活動，哦，創嗰啲冰冰。哎呀，有無限都會笑誒，哎呀，都乜嘅名嚟哈？王怡健帶來半夜15。嚟，彈過啦哈。有落 pose 咧嗬，而家阿鳳啊開卷講嘅要得個嗰啲啊朗誦比賽，比賽第1名，咁呢度啊，出嚟 call 嘅，有那個繞口令。這樣子你明白？換了，好來。來換人，來。
上喜怒甲家亲人来哟，嘿来哟，思上喜怒甲家亲人来哟，松树开放门来哟，冰下日落总来哟。清风啊，吹来呀，层层凉，深草啊，一凉，绵雨送来哟，嘿来哟，深草啊，一凉，绵雨送来哟，嘚儿哟。讲真诶，意见啊，安尼一路行来吼，那个进步，迄大家有目共睹的啦吼。啊，我哋安尼节目毕业过后，哎呀，真的发展都多好咧。哎呀，各大那个邀约不断啊。还有哦，有做，你最近有在做广播电台？係啊，做廣播電台。啊，真的啊？係。哦。是我嘅廣播節目嘅話，其實一共有3個節目啦，係一個係藝七家嘅，跟另外2個節目係啦，謝顧先生、顧崇禮老師係共同主持嘅，做鼓的老師，唔係做鼓的老師，姓古的老師啊，係雜起來咧。哦，啊，時段咧，乜個天台啊？時段係。一共有2個天台啦，一個係講下廣播天台，係新嘅天台，嘅時段咧係拜一到拜五嘅下晝頭3點到4點，講下廣播天台 FM 啊，105.9。哦，105呀，做新嘅。係啊，新嘅講下廣播天台。那都是在講客家文化嘛，還有客家新歌。有2個，一個係講流行歌曲，80年代以前嘅較傳統嘅流行歌曲。係啊，跟另外一個節目嘅話係介紹山歌。個主持有乜嘅哦？比如講，可能係咪有現場一個啊，唱條歌幫佢彈啊，依個。哦，係咪有？古說禮拜六、禮拜日嘅節目係早上頭6點到7點嘅。按奏哦。係啊。早上頭來乜嘅聲音呐？對啊，係上去重播錄一批嘅人彈啦。老人家按奏可以落去彈歌嘅哦。最近有動作。 3、4點都放嘅，你咪。大家好有。該有乜嘅發生乜嘅有趣的事情啊？因為呢個節目係就係你簽到歌詞，你所以馬上唱，其實冇時間本你練習。嗰時候其實有一條唱隨來隨掉按樣。嗰時候有一年係捱嘟嘟後，那個時候急性腸胃炎，才剛吊完點滴2天，我又去上節目。那個是因為先生係鼓勵我講是即使你唱不好，你都不要重來，就破音你就讓它破，就那一集破好慘哦，我自己都不敢聽。唱哪一首歌？跟用死董唱係衝平板，結果大破音。那個你有聽到那個聽眾有在笑的聲音嗎？其實七家先生對面先生誰都懂他一下。啊啦，國術多少都會這樣子當中一定會，不是每一次的這個狀況就播出。不過其實你也係本堂中朋友有同好嘅這種互動啦，我覺得。就像安尼嘅 DL 用嘅呀，佢把講法講會溜風破溜風。係啊，真係。是溜風。啊，以前都係溜氣哦。喂，以前都係天王啊，對對對，查啦。我不是天王。我只是個愛唱歌的戇人，好吧？好誒，講2擺。對呀，我安尼當好啊，其實各方面學識比較好啦，尤其比如講做廣播電台，咩做嚟學口條啊。其實講真嘅，因為做廣播電台，講真嘅客家話真嘅進步動多。係啊。本身客家話就安裝嘅啦，啊主持也有哦更棒。希望講做哋有演員藝做哋全部講客家話，都唔是用國語。係啊，你係藝希望。所以安尼客家未來希望都可能嘅啦，好嘛？冇啦，祝福吳冠金成功。安子姐啊，謝謝，大家有這樣多唔同嘅節目啊！什繼續加油，好嘛？加油！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好啦，殺下來，好啦。還有祖孫黨咯。哎呦，好。因今日打扮了請特別。請突然一下，歡迎羅詩人、陳元生帶來熱有情。陳元生啊，陳元生帶來，亞公嗬，羅詩人、陳元生帶來熱有情。好，嚟彈開啦嚇。
师傅哈，两位主持人，中秋佳节快乐，少林寺来啊！这位师傅哈，你从少林嵩山寺来到这里啊，长途跋涉会不会很辛苦很累啊？不会不会不会啊！我看两位主持人最辛苦了啊！牛哥，啊师傅用我安尼咯，唔要提安尼没有轰隆实在念佛哈，伊哪能也个扶提回来？哦，香港的虎头帮。哎呦，讲真的啊，两位祖孙啊，一九无滴安尼节目啊，强啊就出现的哈。今天影响。哎呀，哎呀，咱辛酸哥，辛酸哥，从细安尼老师人就开始咧参加比赛哈。哎呀，啊，木卡个奖杯嘅项目当多的嘛。多利亚目前实验室那有10只奖杯咧。老师人唔单止歌嘅唱得好，佢参加嘅乜嘅朗读嘅朗读有嘛？講客嘅嘛？係啊。講客朗讀，冠軍。佢既然講伊安厲害，唱一筆欣賞出來。唱下欣賞好啦。哦，那郭美珠老師，好。唔好講安尼，郭美珠老師伊會生氣。冇唱誒，一唱誒。嚟，等下跟拿點，唔咁樣落考試嚟嗬。而家阿鳳啦開卷講嘅有得過呢啊朗誦比賽，比賽第一名，咁樣咯。啊，出來抗議，念那個繞口令。現場先念一擺。我先示範下。先馬被打擊。好嚟。哦，你看得到嗎？看得到。好。山前有個人人人，山背有個人人人，兩人相約來比人，
唔知迄演演演嘅演卡演，还迄演演演嘅演卡演。练过啊！哎呦，奶奶有练过哦，啊，阿姨有练过哦。还有按拐顺的哦。来，换，他的哦，换了，好来。来，换人家来。三千有个演，三百有个演，认真一点。两年来毕业，唔知系演界。演卡演，还是演卡演。好了，挑战失败冲嘛。啦，阿峰演唔多。哎，没啦，自己要是用牛刀。他自己用嘛嘅？啊？你一片可以拍你吹刀对啊。咁拍人吹刀出来。挨就拍一味。亚味啊，目前的广播主持界非常杰出来的。你是说钢牙吗？来，哎，大钢牙，你应该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可以哦。好来，来哦。没有，我怎么躺着都中枪？不是，你刚刚坐着。蛮要啊。来，嘿。3000有嘅演，300有嘅演，2年上這來畢業，唔知係演嘅演卡演，還係演嘅演卡演。哇哦，厲害嘞！戴上那個鋼牙才比較好練。有沒有溜胡啊？有加持。謝謝啦，謝謝，厲害。謝謝。真的，你看有磨過練的，有經驗就不一樣啊。好，這個很難哦。念歌咧，我做你休息一下咧。哦，你先準備一下，等一下。再說一下。等一下我表演咧。對，學學。哇，厲害。好。唔係，過渡期啦，因為佢講開了咩啊？係啊，講緊你冇一句。阿公現在很挫折呢，阿公成都比如想講，一地吼比帶過去啦，要好好練習啦。哦。那怎樣？咩啊？其實有預吐誒，對嘛？啊，有吳剛誒，還有一位代表人物啦。預吐吳剛還少一個人啦。好，外地的人唔講嫦娥，好冇？你比上比下的，好冇？好，今年英國來的人物全部攏帶到現場的。有啦，係啊。好，因為我哋今年嫦娥吼，較神秘。阿公，安尼啦，等一下，兩位先轉去位的地方休息一下。詩人，一帶下伊。哎呀，日本哈，轉去好好練哈。對，宋娥啲呢？宋娥剛講這個美女嫦娥啊，就表演的後背提度，比較神秘。真的呀？對。哦，今天還有神秘人物。漂亮的，哦，那個身材那麼的高挑。誰還有雨娟漂亮呢？對嗎？雨娟比你還漂亮，我敢說。比佢還個強。真的。咁有可能？客家界的林志玲套蔡依林。天哪，這是什麼特別節目？我什麼話都講得出來。哎呦，那我當期待哦。漂亮。我當期待，嘿。說腿就腿，說臉蛋就臉蛋。哇哦，等一下會飄出來，真的會像你在月球看到的那樣子。我們製作單位真的很用心，真的係啊。今日吼，安尼觀眾朋友也穿到誒。嘿，觀眾朋友，也一團請大家好好收看。期待。好，美女出來呀。好。眾賞分享，美女嫦娥。我來分享，哇哦，哪一位美女？哎呦，神采一槍，感覺佢又不差。哇，這嫦娥的打扮啊，對嗎？是不是？誰叫他來的啊？能明白啊？要表演塔鏡。哦，也做新的才藝，你知道呀？好，來，開始。哦，來啊，來進行 PK 啊！老熱名模請接招。众賞分享，美女嫦娥。我來分享，哇哦，哪一位美女？哎呦，神采一槍，感覺佢又不差。哇，這嫦娥的打扮啊，對嗎？是不是？
哎呦，小刚老师，现在他出场已经换音乐了。换了吗？他的出场音乐不是那个那样。嘿。好嘞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不要拉我。别这样。做人变怪啊！我做人中秋节安分演员都出来吓死人啊！我去到甲小强老师讲，安尼以后吓死人，敢过中秋节啊？都讲。行的5分钟诶，知识全部空用。不一样啦，冇空用啦。哪冇空用？你刚才讲哪冇空用？唔講。哪有用麦克风来了。重来啊！不要，重来要5分钟，冇。冇空用啦。哎，冇。你做了就是安尼嘅。唔确定唔会吸引男孩子，唔确定唔会吸引一条那些无影来。讲这也疯都不得了呀！用板疯这个就讲啊。我哋啊不管行到哪，哦，睇下可能我是讲我系闹热大对头嘅名我从头可以表演嘅要舞盘，哦，安尼。我哋要接一行嘅舞台劇嗬，和表演。我從頭到冇限，表演唱歌啊，表演舞蹈，嗬。我嚟去小雞蛋嚟表演，所以我從頭到冇限嚟練習，嚟彩排。你小巨蛋？對。就還沒有去過小雞蛋，你要去小雞蛋？對哦，我哋啥舞台劇是有啊。哇！所以他不要拦我。今天會繞牆，今天會繞牆，我到啥去表演？坦白說，小雞蛋表演，你要叫舞台劇。這大家看下表演啊。還有你要會叫我繞牆，愛去。沒有，我看下 FB 吼，伊咧排舞台劇的時節，伊咩睇到你安尼跳哦，伊主秀哦，主秀啊，排場你冇？好啦，嗰時大家吼。他搞迄個是韓吼，冇事情的話吼，上去看上去看啦吼。啊，唔會強的方向去啦。忙死啦，也係忙死。係啦，吼，安尼今日安尼有歡喜啦哈。冇限迄個啦哈。走秀。動漫語。動漫語哈。係。啊，安子西啦。嫦娥呢吼，裡面嫦娥。好啦，安尼做專業，畢業當行可以奔呢。好，畢業當行做哈。誒，你今日還想我唱歌誒？有啊，哪唱歌誒？歌網要唱呢，歌網要唱，我做唔得做呢。哪唱啊？家已經做秀做到安尼，係咯。專業唱歌啦，我媽媽我唱歌，係冇唱歌嗬，做唔得。咁樣彈，哎呀，係無奈呢。老師一就仲有乜衰聽你啦？因為對我當好唱歌啊，女老你冇唱歌就。小康老師，你要彈嗎？現在都水平冇上彈嘅啊！我係冇唱歌運嘛，哇，人才！老師，拜託一下，夾數，夾彈下伊，沒錯。最快速的3個字，電音。一般，你唱嘛？三個字啊。3個字一般的速度是多少？一般86。給他做到860。好，860，好，860啊。做夾嘅唱法啦，好嘛？做夾嘅唱。嘿，來。應景啦。嚟，這隻手。開始嚟啦！中秋了暗那不啊，一講了一講那，親戚朋友
清明机，慢慢的冲，捏眼用吧。面前所有观众，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中秋节快乐！呀，流量时间也无做的啦哈，来唱最美的东方撮好来哈，休息下。冇啦，今日暗好，你暗好的节目呀，我有学新的把戏。好了，老师傅，听听。那都没乜解啦。因為呢一下嗬，師台嗬，冇學先嚟把戲啊嗬，會俾人淘汰。我俾人淘汰了他。係啦係啦。啊，那咋？好了，誰叫他來的啊？啊，能沒乜啊？要表演塔鏡。中華民國了。好啦。哦，也做新的才藝，做啥個呀？係啊。好，有熒光冇？有熒光啊！人學幾久誒？是學個舞台劇了，還是學了未？哦，安尼伊多張嘢咧？冇幾久年天。冇幾久啊？冇幾久唔敢表演哦。小巨蛋嘛，我就從頭有練啊。啊，有練啊。真的啊？好，安尼就撳下面哈，撳下哈。好，來，開始。哎呦，真的不一樣哈。要一直轉，不能停，轉得掉，一直轉。哦，嚟啊，嚟進行 PK 啊！腦熱名模請接招。有看到嗎？彎腰！哎，不能彎。跳那麼紅了。好了。喂，安尼行个講了，冇插哦。安尼冇插哦。安尼好哦，先生。係啊，先生安尼好啦哦。哦。做咧，嘿。好，哎呀，禮物。時間啦。啊，送本。乜嘅啊？盲當送嘅。我貴，阿伯同。等，給啊，我哋係咪酒友重陽節時節我辦一辦特別節目，好，你再過來，好嘛？我會留5點鐘半。好嘛？好，按住先哈。好，按住先哈。好，好，來，謝謝，好，謝謝。冇再嚟。辛苦你啊！辛苦誒！來，好。還做得冇？有嗨哈，嗨啦哈，好，火爆嘿。
哎，要个活宝，什么？缓和一下气氛，好好的糖啊果的嘞，哈。伊摕到活宝，今日呢有枪都正经迄国宝的。哎，你笑下先生，这面主任还有办法唱歌的嘛？唔知咧。唔知啊。我这里出来装个白的咧。好啦，我那个唐亮威带了好糖的歌好冇？哦，死恋歌来唐啊。的歌。努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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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亚种画面面当然在看到的，你安尼舞台中，因为讲真的呀，嗰種唔是看過，唔是個錯到嘅做得啦。對對對。也得哈，差不多各據山頭，對吧？但難得做的腔下的唱歌的，哎呀，腔下用二部合唱的來唱。講人都無限講人咧，因為咧失戀歌嗬，係攞佢變到普通人彈啊，做乜熱譜，攞佢變到兩譜，所以我唱二譜按民族老師唱一譜，第一擺就試驗按人，看安尼各種朋友能夠接受冇。根本呢，安尼難得有唱嘅就啲啊，腔下合唱，嚇，安尼下一擺有機會再過來唱下嚟，好冇？能夠，好冇？做得，好冇？你幫我按你做重陽節哈，重陽節，這個是我們老的，辦一個特別節目啦，好冇？好，按住這哈，謝謝，多謝。嚟，攞嘅大腿台，切站，衝下來，唱錯，我哋沙下嚟啊，組啦，劉少佩，嚟，好，車傑國先生、羅燕燕先生，帶嚟乜嘅歌呢？家家傾團圓。好，嚟彈個啦。阿老妹，誒，做乜計呢？藝滿兒。
今年有三太节，係哪三太節？我知哦。正月初一係新年，嗰就係春節。春節。5月初5，嗰就係5月節。5月節。8月15啊，嗰就係中秋節啦，好嗎？哎呦，很強哦！嘅按客家山歌啊，也有呀三太條嘅歌嘅你知冇？三太節嘅歌哦。係哦。梗係乜嘅歌啊？好，嘅阿老妹，你就彈的。好啊，嘅阿公出場來啊。好。老当益壮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对，真的有点心思，好厉害哦！厉害厉害厉害！我聽成有冇白行彈得出嚟冇？冇白行。冇白河，冇白河，乜個冇白河？繞崩開。哦，腰嘅崩開啦，係啊。唔係，佢腰嘅較太粒，係啊，皮較笨，係皮較笨較難白嘅。要麼係另外一種感覺。誒，我好嘅感覺，腰嘅長態。一難比啦，難比啦。哦，我知，但是改二創嘅下你可以創啊。真係今日難得呀，幾比做糖豆兩比啲啊節目，嗬，安尼老少配嘛，老少配都好啊。誒，雌雄唔是強阿創嚟，對啊，可以擺哈。連攞杯舞台也唔識，也唔識。哎呦，安尼都。講到我創馬過兩殺，你話要唔創？今年中秋節特別節目，我哋鬧人大擂台。最特別。對啊，安尼觀眾朋友最好。大棚安尼特別節目才看得到，係冇？全新的組合，真的，安子細了多隻，等重陽節時節再來創下嚟，好嘛？再拍過一擺，好，再拍一擺了。哦，安子細，多謝兩位啊！來，唱首，好啦，總之觀眾朋友看到嗬，一號啦，嗬，一拉煙啦，係啦。係啊，欣賞嘅組合哈，青蔥油。青蔥油，
哦，他家迄个是好唱歌的，夹了报名，夹。报名专线0919388398，还有纯正天发0227778231。好，按住先啊！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、苏官员呢，咁啊多谢所有来的来宾啊，好，安尼哦，辛苦的评审评审，谢谢，创安好，大家各位哈，多谢了，什么？好，同时大家忘不记得了，下礼拜公益的时间的主办呢，老年打嚟去，老年共下来，这里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。后果上，上一山水书转强，祖先的纸笔用心来创，传人文化太家堂，祖先有志拿笔啊，用心流传啊，传永文流法，太家流行啊。水书转强，客家妹子，客家妹子，传人文化太家堂，客家妹子一定正，劝欠来路又优良，温柔太风人言好，品德顺良每有命，客家妹子好高尚。山水书转强，祖先的纸笔用心来创，传人文化太家堂，客家妹子好高尚，上有山水书转强，祖先的纸笔用心来创，传人文化太家堂，传人文化。山水书。